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港界。今仔日来到开台首府台南市。你来台南市，第一想到赤坎楼，还是武庙，还是沙卡里马，还是食牛肉汤，还是食白北鱼羹，还是来食冬瓜茶？如此如意吗？我跟你讲，台南介好耍，若是大菜市，通好食菜粽啊尔。若是食，今仔日咱们好好来行，来圆拓咱整个台南。来，他拄仔来讲啊，来台湾唔那干那食啊尔。你看这两本册，《台湾遗市的街屋文》哦，大隐于市的街屋们，还有台南街屋，这些物件内面哦，画了真侪图，这图啦真水。这作者呢，两个，嘿，拄啊一对宝，嘉永实甲王明和两位老师来到咱现场，今仔日咱要好好啊来行。安怎来圆拓着台南？首先头一个所在就是咱台南七号所哦，来请两位老师来。来，老师来，这位就是咱嘉永老师，这位的阿乐老师，是不是安尼讲？对。来，老师你甲咱讲一下，这七号所是这间吗？是就是这间。咱这个台南七号所吼，有是18角形啦，18角，18角形。咱看起来安尼圆圆的，是一个直径，迄个圆。哦，所以有8角的，看起来有8角，18角，但是18角起来，哇，啊，就有影呢接近着这个圆咯。是。我这个真特别，这当时起的。好，这是迄个日本来到台湾的初期，就已经起好啊，足早以前。啊，咱来看一张图吼，来看着吼，来看这张图。好，咱来看迄阵诶时代啊，这拢是迄个古早厝。但是来看哦，注意来看这是毋是有一个牙起物件对无？就是这切口一个塔呢，一个塔对吼，就是咱即仔即个切口所，等下当来看到啦吼。爱徛较远就即个塔。哦，你来看，这拢是迄个古早厝的形态，才就出现即个物件。好所以日本人伫遮吼，就真早以前吼，我是安尼感觉讲，因感觉迄个气候真重要，所以要来到台湾，尤其是讲台南的时阵，就需伫即个关地吼来起即个观察气象的所在，安尼而且伊较特别，佮起做接近圆的18角形，18角形，会当来看一下。你甲咱看这个庄仔角吼，这个庄仔角这个有特殊的这个花样呢。是，咱来看一下吼。这咱咧讲的传统叫做迄个13高面庄，13高面庄啊，会当来算啊吼，你来看吼，当来算哦吼。这2、3、4、5、6、7、8、9、10、11、12、13。13高面庄这个面庄是本时代的时阵吼，应该是讲咱后期啦，会常来使的面庄。但是伊一开始起好的时阵，并无这个面庄。伊是后手咱征收的时阵，把这个面庄搁加起。日本时代的一届征收加起，早时是无的，还有再加。早期是红庄。无，早期是应该是干那迄个铺面来。铺面的部分的啊。哦，塑胶。是。所以后面，但是这个顶是后面才刷入去，还是后来才加起？这拢是这个面庄是后手较加的，算做大的。对。哦，所以是加高起来咯。是。先讲咱建筑面，咱嘛会去征收嘛。创较用。嘛是。跳工这个色敢是国风色。有一个讲法就是讲国风色是咱普通拢会来讲的啦吼。对。但是我会记得初期应该唔是这个色咯，吼。因为初期拢是黑白相片咱黑白相片，咱就无法度判断，但是咱会判断伊初期打起好的时阵是无即个咱咧讲13高面庄安尼。是，这个13高面庄，老师你甲咱观众朋友若小了解一下吼，这有啥物特殊的所在？
就是拄啊主持人有讲到吼，国风性，吼，就是讲伊较，咱咧讲国风性艺术，咱知影就是讲伊较接近即个土色，迄个严父的迄种感觉啦。吼啊，但是我感觉可能嘛无一定是安尼，就是讲迄阵就是已经有即个流行啊。我想爱搁一寡考证。另外一方面吼，伊即个13高面针吼，你有发觉讲即个迄个伊会较无较光，因为伊有折射。伊袂规个反光，所以哦建筑你看起来无即个迄个日头咧照的时阵吼，袂感觉真插我。嘿，我是安尼有即个感受啦。是。哦，这嘛是会当来看现代咧看即个建筑物，咱带互咱现代人的感受。是。所以远远看起来即个建筑物就足柔和，会足柔和安尼。哦。嘿。哦啊。咱今日要行的所在个足济，咱来下一个点哦。嘿，是。哦，下一个点。老师，咱个协会叫做哪哪通嘞？是。哪哪通是啥物意思啊？哦，哪哪通，哪哪就是日本的迄个七，嘿。哎呦，7条通哦。嘿，7条通。啊，毋就敢若中山北路7条通。中山。哦，不是迄个意思啦。哦，就是讲这个圆环。有7条路通伫圆环，这个意思吗？是。哦，所以咱就来讲圆环。嘿，咱就来讲圆环。但是哦，真侪观众朋友会感觉讲，我哪会台南市遮侪圆环啊？用要武士安尼？嘿，那是什么原因？好，安尼咱就来看咱的这个一张图，咱就来了解啊，吼。哦，这图吼，这个图。这市区改建哦。嘿，市区改建吼，因为咱。即个日本人来了吼，就感觉这咱的都市真乱。啊，因迄阵个面地卫生了，因就感觉讲，因要甲迄个西方的迄个现代的街仔路的即个规划，吼来做伫咧台湾。吼，所以咱若看到即张图，就是迄阵咱台南市的市区改建图。啊，有看到即个较乌线的部分吼，伊就是清国时代的巷仔路。即过去的巷仔路啦。嘿，咱看其实是真乱啦，啊里面嘛真细条，吼。啊，所以日本人就做即个市区改建的都市计划，即较咧红色还是咖啡色即个线，就是迄阵画迄个规划道路。所以咱看到，伊等于是甲即个西方的道路的规划，套伫顶头，套伫顶悬，所以怎分割了足侪巷仔。吼，啊，所以咱会感觉讲，哦，是安那咱安尼行到一条路，啊，啥长去，雄怎个巷仔插出来，有即种即个感觉。啊，另外迄阵嘛正。因有去即个欧洲来学习，吼，尤其是像巴黎，有做成圆环吼，啊，所以就将即个圆环藏起来。啊，像咱来建即个所在，即个圆环都是我手机的即个所在。哦，就即摆通得中公园啦。是。吼，啊，所以你看迄阵设计时阵，吼，咱来算看圆环有几个啦，吼，1、2、3、4、5、6、7，这两个是半边的，但是这两个。无做，或者若有做，台南圆环则搁较济。哦，原来是安尼。这是1911年的哦，啊，佫毋是真正的这个9年的时阵的这个市区改建的时代，所以台南市会这是讲哦，已经有的，1911年就开始咧做市区改建。是，真早。哦，是。啊，刷来咱咧行倒去。哦，咱来行这个高仔底。高仔底，哦，过来继续，高仔底。哦，咱看过这个街仔路，其实咱对面就看到吼，这教会，这太平境。这个太平境的这个基督教会，这什么特殊的所在？吼，伊重点是，伊是战后起的教会，1945以后。1945以后的。啊，伊咧起这间教会吼，咱来看伊是用迄个称为简易的哥德风啦。啊，哥德风有一个特色就是伊有一个圆盘，所以咱来看是伊伫咧，即个咱拄啊，即个咧讲圆环，安尼来看，也是无论咱为对面来看吼，伊是。这区算真高、真悬的算做咱台南市的江城领袖啊！嘿，嘛是当安尼讲，看就知影这个尖塔伫遮。啊，另外吼，甲大家讲一下，即个咱咧讲的，迄个一般人较唔知影的吼，咱来看一下吼。伫咧即个1952年的时阵吼，原底有这两份设计图。
吼，啊，结果咱这个教会最后做决定吼，要起这个咱咧讲的哥德式的哥吼，啊，伊原底若是要起这个，啊，是毋是咱的风景就搁无共啦？哦，嘿嘿，哦，啊，所以讲这嘛真注意。现代主义的吼，嘿，而且是1952年就已经咧设计安尼，哦，实在是咱也感觉讲迄阵的这个设计师，迄个思想真先进，做先进，啊，甲大家来讲一下安尼啦。所以其实吼，台南市那是吼是古早的建筑物，现代主义的这个建筑物哦，伫台南市啊，比比可视啦，足济啦，是，等你买来看学校啦，啊是这个公共建筑啦，嘛足济拢是现代主义的吼。是啊，哦，啊这还佫其他吼，甲台湾吼，甲世界会当连续斗阵，这台南市吼真正，尤其咱这个教会，佫是咱伫台南市头一个教会。是不是？安尼讲，原则上来讲，这个咱也咧讲，这嘛真趣味啦。应该是讲第一间，咱讲的教会嘛有伊的无款的讲法。应该是讲基后教会嘛真早，就是咱咧讲的高雄的迄个基丁。基后啊，基后啊，但是咱咧讲伊则写着一个重点嘛，吼。马雅各医生吼来传道，府城是第一个传道点啦。咱安尼来确定这样代志。安尼讲起来较好。应该是讲伫迄个。伫咧看西街这边，啊后手这教会有刷，一直刷到来个家，是，所以是本体就是伫台南市是雅各教会，马雅各医生来到台湾，头一个点，头一个府城，就是府城头一个点，来府城的迄个传道一个点，是重要的点安尼哈。所以吼，大家来遮，那是吼，你来看看的吼，其实啦，基督教会嘛真欢迎你来面参观者，伊个建筑物吼。伊嘛真趣味呢吼，啊另外吼，这原底吼是后标，这是后标，这原底是后标。咱来踅来去头面，古早时代头前。哦，是，咱踅来头前。啊，这就要倒弯了。倒弯，这就是高仔底嘛。对，这就是高仔底。我啊，高仔底这段路啊是本队是迄边嘞。哦，伊就是安尼通过。啊，咱拄仔有讲到迄个日本的市区改进计划啦，吼。啊，伊就开这条路了，就把这条巷安尼切掉啦。哦，所以咱下讲就是讲，伊市区改进了，这段路甲这段路才过开。是，这就是高仔尾。高仔底。哦，高等的建筑。我听着这个声声。好，啊，咱来到这吼，啊，这咱教会真有心，把咱古早时代的相片就放伫这。原来这是本队的正门。嘿，咱拄仔讲，拄仔是后壁，啊，其实这才是正门。吼，啊，咱来看到这吼，因摆这个教会这个跳有无？啊，搁伫这。咱看到这两支跳。就是两支。这翕起来看起来开阔，但是即摆现出是看起来。嘿，是，无毋对，嘿，有，爱就甲安尼保留起来，有那做一个伊教会兴起的时阵，啊有留着一个建筑面的一个记录伫内底。啊，咱看啥叫高仔底，有看到，因摆要面伫教会吼，爱过桥啊，所以我今仔就徛伫个，徛伫个即个这附近。这互大家一个概念啦，过去的台南市啊。迄涂骹其实拢是水道啦，是啊，五车港啦，啊内面拢在，即摆拢空挂起来，即摆拢空挂来个，所以你毋才看到即个高仔尾，就是即个高仔，高仔底，迄个底，高仔底，好，这八块，福士甲马医师二世，甲宋中间牧师，太平景有礼拜堂，这就是。过去有礼拜。嘿，所以咱即摆看个教会怎方向怎无共。你甲看吼，以前迄阵时起的时阵吼，算做中西合并的感觉的。好，主持人目睭来，你有看到咱这伊的其实嘛有一点啊，咱咧讲迄个欧洲教堂的形式，这就是咱讲迄个尖拱窗啊，吼。啊，你看这吼，其实不止哦，还有一本的日本味哦，有无？日本较用这种建筑面转过来安尼，东雕式的，对，一点安尼吼，所以其实是足侪风迄个一个建筑无共款的，会表现伫即个礼拜堂。汉油
混合啊。嘿，而且你看迄阵咱搁有即个，咱讲，咱咧看一般的好野人，也是安那用迄个石啊，石鼓啊，石鼓彩条安尼吼。嘛是演摆安尼嘛真有特色啊。啊，起即间安尼嘛真有特色。哦，尤其今仔的天气安尼看啊，安尼建筑物安尼白白，安尼看起来那足赞。是。是。所以哦，第二个点是咱太平景，咱的这个礼拜堂遮，这其实是正门哦，会记哦。以后要先来正门敬礼者。古早时代的正门。是。歹势甲主持人打岔者吼，未结束吼，来看对面有一个停车场。停车场有啥物好看咧？对啊。咱来看一下哦。停车场较有啥物好看安尼？这停车场有啥物通好看？毋是挑工的。来，老师，这停车场有啥物秘密伫？咱哎呦。咱甲大家讲一下吼，其实原地停车场有即个建筑物啦。主持人毋知讲即个建筑物看起来安那？这吼，这西洋式的楼呢？是。这吼，这一定是好野人的厝。这在过去的时阵吼，这有当啊空甲这啊个开，哇，这啊个这八角形的，这是真正老人的厝咧。这原地吼诶，厝主叫做王寿禄医生啦。是日本时代吼，咱台湾第一个留学结国的医学博士。而且伊个对台湾吼，迄个民主运动吼，真有贡献吼。不过一般人咱就知影迄个，知影林献堂，搁迄个蒋渭水。拄啊好，即个王医师伊嘛有参加因成立的即个台湾民众党。毋是民众党，大家拢误会啦吼。其实是咱知影迄台湾民众党。是。因为咱有去到日本来迄个来宣传即个咱台湾爱有民主。不离个伊伫个即个一届的即个去日本的即个宣传民主的即个运动倒来了，伊的后生后生怎过往，过往了怎专心怎。迄阵怎来受洗，做基督徒，怎专心伫咧传道，以及迄个诸神的事业，煞无去参加着即政治活动。看起来迄个历史是安尼的，伊就慢慢即个伊的名的台湾人较济毋知影，但是伊较互咱感觉真骄傲是讲，迄个时代伫咧日本时代，伊就是我拄仔讲的，真有一个才华，留学德国。第一个咱台湾的留学德国的医学博士啦。所以有当时看有嘛爱看无，看有看无拢爱来台南。所以你食有食无，看有看无拢爱来遮。太平景这礼拜堂边啊停车场，你上无踮遮徛者，听到老师讲起这项过去的故事。连停车场都有故事通讲。是咯，咱还佫有其他的故事啊，继续行落去。咱即摆徛伫，毋是啊，咱毋是要来这个酒会店，咱是要来看对面，毋是要来叫你来买来衫，是要来看这个古早建筑物。哇，这看起来，罗老师，你甲咱讲，这建筑物有啥物特色伫个？咱这栋老厝伊其实是日本时代起的。为什么咱会知影这件代志？因为咱有找到一个，算讲是日本时代广告。咱做伙来看，讲伊迄个时阵模样生做安那，咱做伙来看一下。咱即摆现主是看的这栋，就是咱对面这栋玉如内衣较早日本时代的模样。树海商店。对，伊较早的店名叫做树海商店。所以这间店伊是日本时代主要是卖咱即摆讲的脚踏车。伊迄时阵叫做自转车行。自転車。自转车行所以就是专门咧卖。脚踏车和脚踏车的附属商品的一间店安尼。向风正王这真厉害的脚踏车呢。因为咱在咱这个建筑顶管桥，咱会看到一个，伊算讲是伊这间店的 logo。伊的 logo 的所在。这顶头就向风啊。对，所以咱就会看到我讲伊这间店伊特别加伊的 logo 用蜜蜂啊。蜜蜂所以咱看迄个时代厝呢，发现讲咱咧开店的时阵，有的时阵伊拢会加伊的名字也是讲伊的 logo，所直接放伫伊的厝的外观。
所以这间店就相逢伊就看两只有无？你来看这种图吼，你嘛有淡薄仔感觉讲伊跟日本的迄个家徽迄种图样有淡薄仔共，一种延续的感觉。木卡哈吉，木卡哈吉，伊日本名相逢的意思安尼，所以就直接用这个 logo 做伊迄个。咱看这栋厝吼，你即摆看，你敢有感觉讲有啥物无共？主持人，你看，伊日本时代的模样，同即摆敢有啥物无共？你敢有发现伊的两边是不是？这两边隔。其实吼，这种厝咱甲战后的时阵，伊有的时阵吼，要增加这个伊内部的使用的空间，所以伊就会去，咱算讲叫做毫无违和感的增建。所以其实咱若无看到这老相片的话，咱嘛唔知。加这两边半楼啊。来，其实伊较早安尼，我感觉佫愈气派。迄是无共款的感觉安尼。所以咧，下期咱若来到台南的话，咱家仔路的这种老厝，咱嘛是爱放慢脚步做伙来看。对啊，你看，你条啊拢无改变。嘿，拢无变嘛吼，你即摆拢看会出。变的所在就是这个，咱讲这个2楼、3楼遐，这个阳台的所在，就无看到安尼。所以吼，你这个解析度可能无啥够，对唔对？不要紧，因为阮有出册，台南街咱这本册内底就有，伊较早的模样安尼。对。家用老师话。对，所以你就会使看到伊较早的模样，就是安尼。当然这毋是啦吼，即摆这是咱遮的想象，咱即摆的店面伊就生做安尼。是。所以伊较特殊的所在，就是顶悬甲放这只。这秀面啦，吼。秀面伊的所在就放一只蜜蜂，当做讲伊这间店的。方向啊。对。安尼来到这个台南公会堂的这个大门，有看到这个正欧式的建筑物，伊有这个马萨式的厝顶，是法国式的，这是日本人伫1911年，那是明治时代起的，是利用这个五架的地做来起的石灰的建筑物。咱即摆入来这五园哦，是，这五园其实都真精彩呢。是啊。老师给咱介绍一下，这五园什么特色伫的？咱有一个这个台南公会堂，这日本人起的。这个起的时间点，咱是咱讲日本时代明治啦。明治时代算真早的建筑物。即仔咱搁留的。真特别。另外咱来到这个看起来足像一个凉亭的所在哇！咱讲这个 view 啊其实足侪观光客唔知影这个所在，我感觉其实安尼主持人感觉安尼这个 view 啊呐。咱头仔对日本时代是跳来到清朝时。清国时代安尼。是啊，会当安尼想。是。古早式的厝呢？古早式的厝，这咱来讲，这是迄个英拜清国时代府城的好野人叫吴家，吴上新，咱有一张图，咱看到伊的这个图咱来小可看一下，咱拄仔讲一下这个公会堂的所在，这就是咱拄仔讲，这个远远的，才到迄个。闽南式的迄个建筑物，还有一个池啊，而且这才有假山，咱等下就会咱看到，才有一个假山，放迄个汉迄个北京话念做放回来，这可能主持人较够念啦。若是要放空珠杯，就放回来啦。放回来啦。是啦。这水下楼亭啦。对。水下楼亭啦，这闽南式的这白屋啊。对。这闽南式的白屋哇，这头前是这日本时代，这是清国的时代。是。哇，在里面拢有去拢有种着日本时代引进的树呢。是啊。油咖喱这南洋酸啊，这个菱形树，哇，这是真精彩呢，这。是。而且咱徛这个所在，其实这是战后的宿舍盖的。所以咱徛的是战后宿舍2楼。本队宿舍。本来宿舍等下落会当来看到咱来讲足少台湾的这个空间咱只要徛伫一个所在，会当甲主持人拄仔讲的，清国时代到战后规看完，你看这清国时代，这日本式的，咱讲欧式的建筑，这有一个
留下料理的迄个店，吼，这嘛是真古早的物呢。嘿，虽然咱讲大正时代的物件哦。有电器，但是就是日本像咱讲这个与迄个日本的茶厨。咱看到这个茶厨，日本式的茶厨，其实这唔是客家，这是一个料理的所在吼，叫做留下。现在的使用吼是做茶店，头家吼真有意思，伊将这个茶店吼，有咱号一个新的名吼，叫做18帽。这18帽吼，我听起是对这个柳吼来听起来的字。啥物叫柳下呢？日本时代，因为头前真正有在种柳树，毋过吼，即仔现主是伫厝头前的种的是铃铃树。咱即仔来到即个老高石的假山，即个假山是风飞来，啥物叫风飞来？伊是来模仿着清国时代福建漳州城外的飞来风。五家咧起做这院的人，嘛真正老实，伊就讲这是甲模仿的，所以就叫做风飞来。除了风飞来，这老高石的假山后边还有一个较细的石啊，伫水池啊边啊，叫做吊机。这拢是古物，古早时代伫个院仔留来古物。后手呢，伫日本时代，这个院仔就做做日本的一间真有名的旅社，伫个台南叫做四春园旅社后壁的花园啊。当时啊，这四春园旅社在地还是外地人来讲，这是台南名所，也是真有名的一个旅社。这咱讲战后的宿舍，另外还有战后的这个现代的这个玻璃厝顶，水池啊边啊，才有4支的石条啊。佮挂这个出入口后边这个中式的玻璃厝顶嘛，4支的石条啊。这4支的石条，我有感觉伊无啥物共，真正无共呢。伊是迄阵吼咧整修的时阵吼，会有发觉讲这4支石条啊，有可能是迄个5角，因内底建筑物所留落来。我感觉这个放伫遮嘛真趣味。啥讲？因为伊放伫遮伊也无伊的相片，也是啥物记录来讲这4支石头做啥物内容，伊咧甲猜的，我感觉这嘛是真尊重所发现一个古物的一个做法莫强大去解说。但这4支石头啊，就4支就放伫水池边，另外4支就做这个中式玻璃厝顶的条，来做来利用。哇，咱徛伫遮，等于是甲咱台湾史看完了。穿越时空的。嘿啊，是啊，应该是台湾足少有这个空间哦。安尼踅一轮多好，等一轮，你安尼人都安尼徛者听老师安尼讲者，哇，有200档，不止哦，300档，规矩400档，台南400档啊。因为听讲这是早期迄个河滨，厝体5架甲买落来。河滨是啥人？河滨呢下骹拍字幕，咱就莫讲河滨是啥人？OK。清代古砖甲你放遮，这清朝的砖仔工，花头砖，这种厝其实伫咱台南足常看到，无像迄个台南战后的一种特色建筑安尼。其实行这个小路行啊，嘛有这种趣味伫的呢对所以咱来放慢脚步，好来熟悉无共的台南安尼啦。好，咱这是倒位老师？这叫做七娘径街。七娘径街啦。咱搁发现拄仔看到的情形啊，对面嘛是七娘径街。如果这个路，中山日本时代，咱咧讲迄个都市改建拄仔好甲这个七娘径街怎切？
是，哦，所以这段路咱对这个拄啊公会堂、台南公会堂，安尼行出来了，哎呀，啊怎哎，走袂当过，哦，你必须爱行这个斑马线。啊遐就是红西七牛嘛。是，啊遮咧，哇，这刚刚足侪盲青，敢物遮？嘿，这个所在就要交这个阿乐老师吼来甲咱盲青来来搞讲阿乐老师打卡。是啊。哦，就是正规当咱诚红的这个，算讲台南老屋这个风潮吼，做侪人拢会来遮拍卡，哦，爱来遮翕相，啊，所以嘛是一个 IG 打卡景点吼。啊，伊其实是日本时代的起的厝，哦，啊，咱会使看到遮吼，这是较早十花仔店的时阵的名，叫做旭峰号。旭峰号啊，这间厝吼，有一个较特别的所在吼，我需要带大家，咱来伊的内底二楼看一下。二楼呢？哦，因为平常时啊较无机会，所以咱今日咱就来二楼看一下安尼。今嘛无红，今嘛无红，哦，来。啊，这个吼，迄个花爱说你，这个吼，这个会迄个摇晃哦吼。哇，你甲看，这真正古早厝，这8角砖的，这6角砖的吼。这叫做较早古早的砖吼，叫人字砖啊，有一个人。啊，你即摆看到这个砖吼，其实下骹是茶，所以等于是茶。心呢，所以咱唔通跳。阮两个烈影高墙大汉，爱较注意哈。哦，哎，哇，这几间厝，啊罗，你甲咱介绍一下。咱头仔楼骹看嘛吼，这是较早旭峰号1楼遐头看是店面，啊，所以这顶悬就是伊的徛家的所在。哦，啊，这就是迄个算讲伊的合适，哦，个出租的休困的所在。哦，这所在吼，咱来看一个较特别的，叫做日本话吼，咱叫蓝间。哦，啊，你看这个蓝间吼，这个雕刻，你敢有感觉讲伊淡薄仔像个台南地的迄个名胜景点？恰看楼，还是倒位呢？淡薄仔像。咱讲，咱即马套一句较迄个较新的叫做类似砍咯。哎，啊，类恰看楼啊。对吼，啊，所以就来看到，伊特别吼带这个蓝间做这个风景带呢，啊，都藏在这个二楼遮。啊，所以平常时啊，你其实是无机会开看的。哇，这位啊精彩呢吼！这古早式的所在，这想起我细汉的时阵，阮家的2楼就是安尼呢，嘛是同款的。哦，这是红河。迄个清代古砖，甲你放遮。清代古砖呢？无啦，阮是讲一个，阮讲一个尔。这清朝的，清朝。完了，有。红叶呢？哦，这样会到清叶。这清朝的砖仔角。一段时间无来。哦，咱踅到遮，敢若踅袂僵的呢。是啊。有要迷魂去呢？是爱热无啊？袂热啦，还好啦。比台北较热。有影啊，我甲你讲，台北哦，热岛效应搁较热。是。好，啊，咱来到遮是要看啥物？这叫做清水寺街。清水寺街。对，清水寺街。啊，这原顶吼有一条这个房溪。啊，咱拄仔讲高仔底有无？哈，绕过这个太平境教的后壁啊。早时是正门遐，就是为遮安尼来绕过。哦，就共一条溪就房溪啦，房溪是哈。哦。嘿。啊，所以这边哇，啊，这厝真老呢。嘿，吼，主持人目睭来。是咯。你看这个边啊，这壁倒安尼咧处理，哇，这老厝。是啊，主持人敢有感觉这离啊怪怪，那就是真，迄个咱咧讲的真起了真凊彩的感觉，你有这个感受是不是？感觉？对啊，那安尼看来有得美啊吼，好稳啊。年代久啊，感觉起了较凊彩，就看起来真凊彩。吼，这是因为这建材啊，当地人吼，对咱的说明是，这批建材是日本时代是。迄个明军来轰炸台湾的时阵，吼，轰炸过了，啊，这附近的居民捡遐迄个轰炸过了的迄个厝的材料，啊，来再顶起一个日本式的厝啦。哦，是用轰炸了后，
炸了迄个水材材，料啊来再做。是啊，所以迄阵佫是即个有日本时代的统治的即个影吼，啊怎啊展现伫即间厝？你看咱佫有即个栏杆吼，等等，结果咱看着一寡日本味的物件。对啊，你啊看是用德米啊吼，嘿嘿嘿，啊只土又去糊，嘿，你看这个茶，哦，德米啊土，安尼，哦，所以这都有历史的吼，这个记载伊的先书，就是讲。在太平洋战争开始，明军开始来轰炸着咱台湾时阵，嘿，存落来的物件。对，啊，所以会当留伫即个景啊，即个记忆，我感觉嘛是对即条旧的路，哦，啊嘛是一个真重要。咱过路、过马路，啊来到即个台湾文学馆后壁有一摆透天厝，啊，即摆透天厝啊，看起来咱无啥物特别的所在，其实吼，伊伫个清国时代一直到日本时代吼，伊是一个叫做两广会馆哦。咱来用华语来讲，就是讲两广会馆的所在。啊，这个所在吼，原底是吼这个广东、广西吼的人来遮做利用的所在。啊，日本人来了呢，这个所在保转做台南一中以及台南女中来上课的所在。啊，简单讲一下哦，迄阵的台南一中吼，其实是真的台南二中啦。哦，啊，怪呢，这个学校的所在无偌久了呢，佮来做博物馆，啊是真水的一个哦，真特别的一个中国式的广东广西的建筑，吼，咱叫做迄个粤式建筑，真华丽。啊，毋过伫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啊，靠，哦，即个炸弹吼，炸甲规个拢变做平地，哦，啊了后咧，较来起着即摆的透天厝。他拄仔你缀咱行吼，7条通，虽然无逐条你拢行后头，但是呢，起码你有一个概念。但是踅来到遮，伊佫踅来咱拄仔出发的所在的附近啊。嘿，是啊，老师，这位是倒位？哇，这文学馆呢？文学馆。啊，这古早咧，你要甲咱小解什么？是吼，是哦，咱即个建筑物吼，其实若要来好好啊解说吼，咱厅堂会当讲3点钟哦。哦，安尼无那3更3暝咧，哎，老师才有讲着，恁两个才有讲着。是啊，啊，咱来简单吼做一个迄个初来认捌就好啦。是。啊，大家感觉讲，来初认捌讲即个建筑师叫做即个深山松之助。是。哦，啊，咱来看吼，其实伊是咱台湾的日本时代吼，作品真侪一个建筑师。啊，伊上名的3个作品吼，咱来来看者。作品真侪，咱来跟即个甲文学馆啊有关系。伊起了3大酒厅的作品啊，吼。是。啊，第一个吼，咱来看即个台中酒厅。哦，台中酒厅。上早起的。嘿。吼，啊，怪起了，煞入去台北酒厅，怎啊做监察员。是。吼，啊，怪就是最后即个酒厅起的，就是即个台南酒厅怎啊做文学馆。啊，咱来看这3个，看起来那三兄弟啊，主持人安尼看感觉啦。相像吼。嘿，啊，但是佫聊哩啊，佫无共。毋是三胞胎啦吼。拢有即个类似，有即个咱咧讲的塔的感觉，啊，一个中央的入口。吼，安尼看即个建筑师的作品吼，伊的变化吼，虽然基本的形足相共，但是伊吼，想讲即内底佫有做一个足精彩无共款的无共款的个性安尼啦吼。啊，当然我是台南人吼。我当然私心就较介意咱即个台南酒厅。台南酒厅。啊，咱来讲的个，怎啊做国立的台湾文学馆。哦，咱看即个厝顶，伊比较一个这个玛莎屋顶，啊是毋真气派。哦，比较其他2间的气氛，啊，即个就佫较无共。是，这玛莎屋顶伫乌萨卡嘛真济咧吼。是啊，吼，啊，所以这就是咱来交流啦，讲啊，原来外馆会当安尼初来认捌。是，所以大家来到这圆环，除了同德中纪念公园，除了7条通，行来到遮上后尾，你表示讲你1天的半工才完成。哦，咱佫有2条路来甲完成。
还有2条路还未行哦，是继续来行落去。咱搁来到这个巷仔口，巷仔口又搁去叫大路扎起来。来，安尼我应该是会当做答案。这抓甲这抓其实是同的，对，是不是？咱嘛会使安尼讲。其实吼，咱即马徛的即位吼是古路啦。清国时代的时阵就有诶咯。咱来做伙来看吼，即条吼，其实有一个较早的名叫做牛屎埕。牛屎埕。伊其实吼是算讲在地人的一个讹传啊，因为吼，伊的正港的名叫做北京话，咱叫做御史城啊。咱会使叫做玉屎埕。牛屎埕。迄个口音的关系，拄仔比成讲，遮拄仔比成一个较趣味的古地名，所以在地拢会叫伊叫牛屎埕，就是咱即条即马行的即条路。两位，恁吼错过一个所在啊！咱咧讲啊真欢喜对无吼？咱其实爱搁安尼坐过来一个，足侪台南人是即这就是咱拄啊即个合同厅舍即个消防局后壁面啦。哎呦，嘛真有趣味啊！真精彩呢！是，我看恁两个酷酷咧行哦，想讲要甲恁小化一下，我讲咧。所以哦，举头看一下吼，这真精彩呢吼。甲咱拄啊看无共啊。哦，对啊。是。这个合同厅舍呢，吼，合同厅舍吼。哦，来个遮。这哦，海仔是大家拢知影啦吼。是啊。老师来个这是要做啥？我相信大家拢知，足侪人嘛来打卡。是。但是我相信足侪朋友无去甲恁百货的后壁呢。所以咱两个老师专门咧教咱走后门啦。你讲安尼，我是来，我两个无都知。内行开的，内行开，来行看卖。来，咱今日来到台南后街人生啊，个林百货的后街，后壁街，相逢后壁交就是个意思啦吼。哇，这是什么所在？咱来到台南吼，莫拢看迄个日本时代的厝园，咱头仔看几啊栋啊。咱嘛爱来做伙欣赏吼，这种战后的现代建筑，有啥物趣味的所在吼？所以咱来我今来看一下吼。伊这栋厝的特色的所在，就是伊的规个外口拢用这个叫做火头砖，砖啊去做伊的这栋厝的外观安尼。这种厝吼，其实离咱台南吼，足常看到。所以嘛，比成讲有淡薄像迄个台南战后的一种特色建筑安尼。这个火头砖有啥物特殊的所在？伊这个火头砖吼，应该是讲来，咱徛互我来看吼。伊这就是砖头吼，遇窑烧的时阵，咱即马看到这个较乌的所在吼，伊其实就是较我这个火的所在。比成讲伊一个化学变化吼，多变质，多乌去，所以在迄个时代吼，伊其实算次等砖。伊为着要创造伊的价值吼，所以多伊的表面刻个迄个不规则安尼，所以多变成讲颠倒是迄个时代的特色。这栋厝吼，其实阁有另外一个咱会使来看的所在，就是这边吼。主持人，咱有看到吼，伊这个二楼的外观是毋是有一寡这种细窗啊？伊其实吼，这种外观吼，就互阮想到淡薄仔像咧想到吼，法国吼有一个建筑师叫做科比意啦，伊其实是瑞士人，瑞士人吼，伊这间厝伊做名叫做人香教堂，咱就详细看有无？伊是毋是？伊开窗的方式是毋是？有这个感觉，其实伫咱台南吼，足侪巷仔内底拢有安尼的厝，所以嘛后盖来到台南，嘛会使做伙来巷弄探险安尼。是 Le Corbusier 吼，这是科比意吼，这其实在现代主义当中真重要一个人物。伫台南后堂看到类似的物件哦。哇，来到这个面体。这个面体头前后堂看，对，
咱头个吼，即个回头针看了以后，挖怪遮其实吼，嘛是有伫咱看的即种老厝吼。啊，即种厝吼，伊的趣味所在就是离伊即个，咱叫做铁花窗吼，咱甲号一个真好听的名，叫舞窗。跳舞的舞。舞跳舞的舞，安尼有无？做像一个女子的跳舞安尼。哦，安尼跳舞安尼啦。其实吼，伊嘛毋是讲一楼即个窗户是尔，二楼嘛是，侧边嘛是。啊，所以会看会出来讲，伊特别去塑造的即间厝吼，无共的外观安尼。哦，拢是呢吼。对。其实行这个小路吼，行啊，嘛有这种趣味伫的呢吼。对。啊，所以咱来放慢脚步，好啊吼。来熟悉无共的台南安尼啦。而且吼，我感觉台南人吼，真有生活的这个乐趣伫的。你种这花花草草啦，啥足济。因迄个时代的美感啦。是啊，哦，慢慢欣赏，你就当看会出这个门道伫的。哦，咱这个巷仔要到底啊吼，怪有一间狗的吼，啊，佮几栋建筑嘛，足值得咱来看咯。哦。好，咱来到遮，一个教会，啊，看起来足像徛家。是啊，啊，是爱看起来足像徛家，咱来看吼，伊这个台湾基督教教会、英国教会，但是后壁佫有几个字吼，瞭望纪念馆。啊，像这个瞭望纪念馆，伊是咧创啥话？佮放伫教会后壁。是啊，咱来首先来讲着瞭望，伊是一个是了，迄阵咧讲盲人，啊，毋过即仔拢爱叫视障朋友哦。伊是日本时代啦，就是因为伊的目睭啦，因兜的人讲目睭无爽快，结果怎会香呼吼？对，怎目睭怎出问题？有人个狗屎。结果这出问题了，伊就目睭就出问题啊。然后虽然伊无得这个状况，伊嘛是搁努力拍拼，咧学习。甚至后壁咧搁捌着即个重要的咱来讲着即位，甘威林甘威林牧师伊伫咱台湾的即个盲野的福利事业是福利的事业真重要的一个人所以即个甘威林牧师就带即个瞭望来信耶稣，结果会做信耶稣了伊即个过程瞭望搁到日本。去读到即个东京的迄个盲雅学校，即那是竹坡大学，佮毕业，毕业了，倒来台湾就开始做即个咱讲迄个盲迄个青盲人，是即个福利的事业啦。甚至即个就来服务足侪即个目睭有问题的人，伫伊过往了伊的后代，怎将即间厝。奉献哦，教会是来做即个相关的堂礼拜堂安尼。所以内底因为今仔日咱都有咧礼拜其实内底嘛，即个有伊相关的迄个一寡介绍。是。所以咱伫咧台南嘛看到种，迄个时代嘛真济为着这个代志来拍拼。好，咱来遮哇，真正南风微微啊已经开始透南风哦。是。这就是透南风啊。对。老师，你甲咱讲即个。所在特色是啥物？这个是做一个，伊做一个咖啡厅，营业，伊嘛是用一个老师教。你看这个铁花窗口有一张咱讲中国风啊。但是咱后壁看起来，伊这个有迄个四叶铁花窗。而且迄个时代的即个咱讲中民一般民众的生活的砖塔就出来啊。这个 Four Loaves， 迄其实在即个欧洲的系统嘛是的。4本圣经内面的书安尼啊。因为拄我去永福教会，你当甲斗起来就对。是哦，佫有即个万寿无疆类似啊。这铁花窗安尼系啊。哇，所以透南风，咱伫遮，今仔日真欢喜，邀请到阿陆老师、嘉勇老师来到遮，陪大家好好来行台南，那是食台南。当然啦。你来台南有食有看，阁有行，人才健康，头脑愈来愈了解到台南，愈来愈了解到咱自己台湾的历史。感谢两位，谢谢。